話說大家呢兩日有冇發覺沙田市中心真係特別塞車呢？事緣尋日星期六下晝3點啊，大涌橋路間住月明村就爆水管，呢一段大涌橋路北行咧就因此完全封閉咗啦。呢條片嘅拍攝時間呢，就係今晚星期日嘅10點至11點啦。估唔到仲未整好喎，呢個修理工程咧已經進行咗32個鐘啦。有啲巴士路線改道方法咧都幾冤枉嘅，例如係47X由秦石村開出之後咧，因為冇得直接去月明啊，所以就係過河兜一兜沙田市中心先，但係咧又未可以停站住喎，之後又要過翻河過去月明同埋沙角，然之後再過翻河嚟到市中心上下。另外仲有好多唔經市中心嘅巴士小巴路線都一窩蜂改路兜咗入嚟啊！城巴嘅 B8 同埋79更加係趁機喺市中心加咗個臨時站。跟住落嚟就俾大家睇下更加多嘅現場情況啦。